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咱介绍咱第一组的队长。来，朱璇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璇。朱璇，你今日带队友来，拢是恁公司的吗？学弟学妹。哦，因拢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台语拢讲了比我更较好。真正的，而且拢是演员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来介绍你去。这位是艾薇，大家好。艾伦，大家好。哦，今日来两队吼，台语拢真好哦。赞。嘿，拢袂当看小的哦，吼。好，阮这边的队长我是朱璇，啊，那你那边的咧？阮这边的队长吼，唔是地着你，嘛唔是地着我，是地着伊。我应该中音姐。是你好，姐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地中英，地中英。对，啊，我今日出来吼，拢是阮的厝内底人，一家人啦，嘿，啊，这是我的查某囝带啦，哎呦，哦，人水买大蕊啊，嘿啊，啊，但是台语讲了好唔好，我就唔知啊啦，哦，会当下甲你学就好啊，来，我这都是学习吧，甲我学安尼可能会害哦，我现场有老师，哦，好佳在有老师，免惊，对，啊，第二位吼是我查某囝的朋友叫梅子。模样，欢迎你模样。啊，第三位吼是我上厉害经纪人 Joanna。欢迎。好，台语真正有影吼，对咱演员来讲，即嘛是真重要。咱好啊学就好。今日唔管啊啦，咱就尽量啦，甲讲落去啦。台语拢提出讲，嘿，拢尽量甲讲去。尽量好打啦。无唔对啦，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课本老师。欢迎咱的翁秀荣翁老师，拍手欢迎。老师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现对应对拢美女，大家做伙讲台语。引导的较水的吼，拢同齐来讲台语啦。赞。是。啊，毋过吼，今日吼，咱是第规矩，咱来甲大家讲第7季的新的。第7季新的啦吼，阮有100万。对。啊，毋过咱就100万的无遐尔啊简单咯。好，上个来，咱讲一下。咱第7季吼分做3个阶段，初赛今仔日就是初赛。咱初赛。啊，今仔日来赢过关，就会使进入复赛，过来就是决赛。你决赛了，就有机会摕到100万哦。要拍拼，一定爱拍拼，而且恁真正有影，相信讲真正有100万。我相信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你，我就知影一定袂甲阮骗的啊。哦，唔对啦，咱是因为公司台语来，咱绝对无可能讲骗。啊，要看到100万，你倒无？倒位，真正的吼，来，大家看好哦。来，准备有金毛。真正有100万哦！咱今日的初赛，若踢起来了，咱就有通啊，一直拼到复赛，再拼决赛，嘿，就100万啊！加油哦！好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点几遍？好，来，这个回合美秀一答案。阿雄嘛有一个答案。是，啊，看你要拣倒一边啦，吼。是，啊，咱这分数哪算？你只要竞到吼，都有1000块，上这集合会来摕到6000块。6000哦，好，爱加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台湾人爱用果子来形容查甫人的特色，请问会用什么果子来形容华语的渣男？哦，渣男哦。好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甘蔗男。是安怎讲咧？咱甘蔗食落去是毋是甜的，对无？啊，食落去泡甘袂当吞落去，袂当吞一定爱喷出来嘛。嘿，啊喷出来了就变做渣嘛。泡就是渣。嘿，泡就是渣，所以我的答案是甘蔗男。阿雄我的答案是莹莹男。啊？莹莹外口是毋是甜的？啊，你甲伊肉吼食完了，内底是毋是就是乌心的？哦，就是渣男。哦，甜言蜜语内底包乌心。
所以美秀这边的答案的水果是甘蔗。阿雄这边的答案是灵应。哦，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，连一边。哦，是好来，即马看咧拢是美秀，小英咧。阮少年人常常安尼讲啦，嘿，少年人安尼讲甘蔗无甘蔗难，啊，都有一条歌是因为这个名号的，哦，咱一条歌。甘嘛是甘蔗，嘛是甘蔗的哦嘛是甘蔗的。哦，安尼听起来真正有影，我有道理哦。哎呦，哦，拢无人少年人拢安尼讲。嘿，年纪就敢若较少啊我哦。咱来问一下外国的少年人。好来，好啦，大家来。嘿，因为渣男和甘蔗同款，拄啊开始甜蜜蜜，后来就无味啊。到底是甘蔗还是年纪呢？来，老师，咱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甘蔗蓝。嘿，咱这个咧形容一项物件，应该爱为伊的外形嘛。甘蔗一支长长，吼，所以有较像咧形容查甫人。过来就是为伊这个物品的品质，因为就是伊对人的甜言蜜语，所以讲的了后，其实最后是。无路用，安那破安尼，吼，所以咱就是讲，伊叫做甘蔗蓝。啊，另外即个灵应的部分，咱有一句俗语叫做灵应好食，壳乌乌，乃至好食，皮粗粗。意思是讲，咱莫去看人的外表，其实咱的内在较重要。所以咱应该去拣灵应，拣乃至，莫去拣甘蔗，吼，喙齿紧爱较有力的，吼，安尼。好，多谢。甘蔗蓝啦，吼。好来，第二题来啊加油哦！好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互人情勒真痛苦，请问情绪勒索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好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情绪压迫。哦，嘿，是安那是叫做情勒咧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你一直甲我讲啊，你要买无，你要买无，一直甲我压迫，我是毋是有压力？对啊。是啊，所以讲我的情绪有压力，就是我的情绪压迫啦。哦，是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情绪热恋，什么叫做热恋？就是勒索各用恋的。有当时啊欠钱是，哎，你钱互我练者，练一寡钱来。是。迄敢若佮用讨的，强要甲你讨。嗯。啊，勒索勒的意思就是杂念嘛。哦，所以唠叨。嘿对，一直甲你讲啊，热恋，唔若讲佮甲你讨，唔若讲佮甲你讨，这就是情绪的迄个情勒啦。哦，原来安尼美秀的答案是情绪压迫咧。阿雄的答案是情绪热恋。好来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连一边。在动脑筋啊，吼。无唔对，情绪的物件嘛。哦。哎呦，好，不要紧，甲风险甲分开。有影，即刻跳。无唔对，我来问一下吼，小英，小英，你感觉你选我是因为情绪压迫吼，就是压迫，压力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较有感受到。是，嘿，伊敢若看起来定定去用压，是呢，是不是？你看就委屈咧，就委屈咧，是。啊，那咱这边选的，我感觉情绪勒索有压力，啊，毋过有感觉有淡薄仔无法度喘气的感觉，敢若有人安尼甲伊一直甲你念，甲你揪起来，丢掉起掉来的迄种感觉，所以我应该感觉是情绪落泪，情绪落泪应该是安尼。是，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安怎？你讲。我有诶，有诶，妈妈，捌甲你安尼情绪勒索无？无好讲咧。安尼就是无啦，安尼就是无，安尼就是无，安尼就是无，安尼好，安尼你有压力无？有压力无？有啊，会有压力啊。我是感觉，迄个压迫，压力，和情勒较相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情绪热恋。情绪大家感觉无问题嘛吼？啊，即马就爱解说迄个勒甲恋，迄个勒就是安尼头海来海去，啊去摕物件。譬如讲鹅啊，会甲人勒，恁伫庄骹闹饲鹅，就知迄鹅拢会去甲你夺，吼。啊，而且有当时咱若讲勒钱，会用即个动词，就是安尼讨钱的意思。啊，讨感情嘛是用勒的，吼。啊，迄个恋是啥？就是讲
翘脚练喙手，就是拿咧算钱的意思。所以我甲你讨，我希望得到啥物，安尼较有迄款有动作，佮有结果的感觉。吼，所以情绪热恋，咱用即个较新的词。以前若准讲即个勒索，咱是叫做华语直接连起来，咱是叫做勒索，毋过无人安尼念，咱古早拢讲绑票，所以迄是讲掠起来，佮去讲讨钱，吼应该咱用情绪热恋，会当包括即个情绪的部分，较无去讨着钱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影热恋较有画面啦。嘿，热就是一直去，练就是套转来，安尼就有套转来迄个动作啊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来后一题啊哦，第三题啊哦。哦，即马分数应该是平哦。无，这边加1000。这边加1000。啊，这边无对。咱这边加油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会烧电拿是啥物意思？好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代志发展甲未收煞。哎呦，你也想火烧电拿一片哈尔大，是毋是？什么代志你甲舞大了后，要收转来的时阵，足歹收啦。真正未收煞。所以我的答案是代志发展甲未收煞啦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就是无的确的意思，因为火烧电拿。竹啊，上顶悬遐是毋是拢是迄个竹啊拿嘛？是真好烧哦。烧落就哔哔叭叭一直烧去啊。对。啊，了后你要找竹啊，就无竹啊嘛。嘿，连壳都无。无竹啊的壳啊，纯竹啊笋尔咧土内底，所以火烧竹啊就是无竹壳，没有竹子的壳，但是伊台语叫做无竹壳，就是无确定。不确定啦。哦。伊是一种热气仔话。是，好来，咱两队车选择。哎呦，今日两队真正拢有听话咧，讲我感觉我较有道理就对啊。我是感觉拢真有可能，毋过咧烧的时阵拢足紧的，一下就无啊，所以应该是无法度收煞，无法度控制，无法度控制啊。火烧电拿是啥物意思咧？讲过转来，报你知哦。是，好来，咱两队车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几遍。我们还是今日两队真正拢有听话咧，讲我感觉我较有道理就对啊。好，我来走。该叫车。啊，怎么该叫车？来，我快来主选这边。我是感觉拢真有可能，毋过咧烧的时阵拢足紧的，一下就无啊，所以应该是无法度收煞，无法度控制，无法度控制。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呢吼。好，来咱这边。同款，就是吼，你看迄竹啊，迄一烧落去，伊就一直弹落去啊，伊就弹开啊，所以就敢若无法度收煞。嘿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无竹壳。咱咧竹拿内底就是会有笋啊嘛，吼，笋啊伊白壳，所以就是无竹壳的意思。有足侪甲火烧同款的即款热气啦俗语，有足侪，譬如讲，咱即马烧火烧高粱，高粱就是希望，所以就是无希望。若火烧拄一个甘蔗园，咱就变做无哈，我甲你无哈，还是即件代志无哈。甘蔗有哈啦，自然的哈。所以以竹啊来讲，就是无竹壳，就是无一定的意思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即马进来看分数，看阮选价。即马有3000。嘿，应价咧。无2000哦。嘛是真好，通搁继续拼落去啊！好，进来的第2位啊，正港铁道人。嘿，正港铁道人。哎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轻松呢？哦，甲两位报告，咱这个单元吼，都是用镜头来看风景。有当时是台湾，有当时是外岛，有当时甚至是外国哦。拢总有4题啦吼。这回合一题3000，若是拢对就有12000哦，加油哦！12000哦。
因两位有定定出国去佚佗应该有，哇，那台湾呢？台湾嘛还好，我拍戏啊，搁爱饲囝，爱顾厝内、拼厝内，所以无法度去佚佗啦。哎呀，宅女而且还有迄只小狗就好追啊，是，无唔对，你厝的饲狗就好啊，嘿，有一个陪伴就好啊啦。对啊，那主选就我是宅女，哈，真正哦。我喊你出去呢。真啊假？我想看你 FB 你拢去世界佚佗，最近有去日本。哦，啊，你莫问暂年无出国，其实哦，真正有影妈妈拢为着厝内底人哦，其实拢真罕你去出去外口行行的。讲真的，不要紧，咱今日看风景，来行行的摕奖金啦。真正好，好来，上位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咱刷落来吼，要问的是一个建筑，这个影片内底建筑有5个字哦。哦，哎，看清楚哦。建筑5个字哦，看者倒一个国家哦。好，好来，咱来去佚佗。当年放烟火，拢会伫遐哦。哎，上音机啊，来，雪梨歌剧院，挂什么？歌剧院。哦，老师，雪梨歌剧院对唔对？对，对，会使哦，算。厉害！来分手。终于得到3000了。好，咱来念雪梨歌雪剧梨哦院。嘞，梨，你甲想，甲芭蕾梨无共字啦。啊，毋过即字的文音啊，咱爱读做梨。吼，好啊，即个都市吼，伫个1788年的时，因的第一个战队就是到第一战队到澳洲即个所在，看到即个城市有够水的，感觉是世界上水的，所以因就用因的大神，就是英国的大神来去号名，叫做迄个 Lord Sydney。好，所以伊的名是安尼来，过来就是因为伊一直起即个芳船的形，吼，伊迄个形就是芳的形，所以到1973年较起好，啊，到当伊逐当拢有3000几组的即个乐团，也是演唱，也是演出伫内底，吼，啊，所以联合国伫个即个2007年的时，甲伊列做世界的遗产。嘿，所以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啊，逐当拢有宴会也是啥，嘿，好，多谢。好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哇，哇，水。最水的，最水的。好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，3000甲5000哦，加油加油哦差2000哦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。是小英。你捌去倒位出国佚佗无？我刚去过澳门，澳门。嗯，对，敢若澳门了。嘿哦，啊，拢无去别位国家。无足可怜。哎呦，拢咧拍拼，拢咧做工课啊。是而且我平常时嘛，较罕咧出去耍。休困的时间，咱当出去行行啦。无就咱去读册，嘿，读册都爱问咱的迄落带啦，嘿，带啦。你去倒位读册？我去美国，美国多一个城市，加州，加州哦，嘿啦，加利福尼亚，哎，嘛是真好对呢。啊，等下看到了吼，你就尽量一直讲迄倒位，是。不过即马要去倒位，我是唔知影啦，吼。对，所以讲你就尽量讲，尽量好咯。啊，若知影咱唔就紧甲吹落去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一件咱要去倒位佚佗。是咱刷落来吼，要去的这个所在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哦。哦，伊是首都。什么特区哦？3个字。什么3个字特区哦？是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对啊，真侪电影拢有这个画面。对啊，提一个就好，提一个就好。嗯，他拄啊，迄白白顶悬插国旗叫做白宫嘿 ，White House。
哦还是什么 DC？华盛顿，我紧搁念一你遍搁。念一遍。华盛顿，华盛顿。好来特区哎，也要讲特区袂歹啊。老师，华盛顿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来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咱这个英语的名叫做 Washington D.C.， 啊，迄个 D 是 District， 然后迄个 C 是 Columbia，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因东北遐13州，哈，其中一个特区就是伊的首都。伊遐创首都的时间，伫个1785年的时创立的。好啊，大家看迄应该看几个拢白白，应该拢看有。对啊。系啊，足可以的。嘿啊。嘿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咱这边爱较加油哦，对啊即马800跟3000啊哦。加油后来还有机会，今日换人。后来上个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影片啊，请恁讲出这个城市是韩国的倒位2个字。韩国哦。 两个字哦后来咱请看。哦，还有海边啊，这哎，好来，艾薇，富山，富山。慢步。确定哦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来，老师，富山对唔对？所在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今日得了3000咯。一般咱的两做富山，富山，因为就是外国的翻译名称嘛，是哈。富山好啊，这个所在，因为伊后壁有一粒山，啊，迄形的哪像这个虎，啊，虎是啥？就是鼎，啊，其实就是不是讲凹落去的鼎，拿落去的鼎，伊是哪像一个摇。好，那像摇，所以有小块木起来安尼。总共一句就是会当煮物件的意思。嘿，啊，这个城市是迄个韩国第2大的城市，嘿，所以大家拢去韩国一定会走去遐耍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搁继续看落去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这海边有水呢。小山城。哦，我今晚看到这个想到，我捌去过。哦，嘿啊，影店、影店的釜山影展。是真水，大家若有闲啊吼，妈妈带者，爸爸带者，就去遐去佚佗啦，去行行。海边嘛足水的。是无毋坐遐晒对？日头啊。好，来，咱这边分数慢慢扭起来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来，上回咱嘉宾倒去佗？是，咱刷来吼，要介绍这个景点伫咧英国，伊是英国的倒位咧3个字。哦，英国的倒位3个字哦。好，好来，上回咱嘉宾倒位，来，咱来去看卖这里。后来，哎呦，2个同齐呢，哎，你调啊，你调啊，你调。来，你顶倒啊！嗯，来，来，看这边啦，嘿嘿嘿，袂使互你讲来，超笨。苦椒招进进，定你确定者。苦椒定。好。古酒店，老师对唔对？差足济呢。哦，安尼表示咱有机会哦。艾伦，古桥景古桥顶古桥顶啊！哎啦，古桥顶啦！哦，就怀念呗。你家己做欢喜的，是。后来是老师古酒顶顶。
有自动校正的系统。好来，分数，分数恭喜得到3000咯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咱看迄个石头，拢是有输情的这个位置哦，有历史进程哦。啊，就是大家拢足奇怪，是上甲遐大粒的石头搬去你遐吼，啊，搁伊摆的形拢迄个圆圈形的，所以大家感觉讲足奇妙的吼。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已经有130几地发掘的伫遐，啊，所以这是英国一个足大的观光景点。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看这个分数，来看阮选家。今嘛有9000。嘿，好，那咱赢家咧。哦，8000嘛袂歹哦。哦，好，今日去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这8个提示吼，就是代表迄8个题目，啊，问号吼，就是每一个题目后壁有无共款的介绍、奖金、数字。哦，啊，第一个较悬。无一定啊，我袂使安尼讲。来，安尼啊，咱有2个迄落机会，就是一个机会就是通啊有救人的机会啦，队友发嘿，通啊无救命哦，一个机会通啊甲队友安尼联络啦，是。第2个就是讲，咱分数较低，咱来先来先选，嘿，无定着好运图，你选着偌济，上济15000哦，是就1000哦。好来，咱即马是应家来，好来，要选第一个啊？台南，台南你确定？哦好，台南。台南我吗？台南人，但是我台南真正无介绍。啊？哎，无定着这你会晓哦，知影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台南的奖金偌济？真正15000哦。好来，咱一定爱要着哦，若要着，咱就有通啊摕15000转去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热兰掠城是荷兰人伫咧台湾建立的头一个防御建筑啦吼。啊，伊是即卖赤坎楼，还是安平古堡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赤坎还是安平古堡？嘿嘿。那唔知会使发救人？嘿，你要发救人就紧饲，袂就紧饲。好来救人哦。来，讨论者。赤坎楼，赤坎楼啊搁伫遐赤坎楼，确定哦。确定啊？伊讲赤坎楼啊，哦，我记得是赤坎楼，是。还是安平古堡？还是赤坎楼？红色的，因为是都一个哦，赤坎楼是红色，红色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赤坎楼对唔对？有这两个所在，大家拢定定好唔对。啊，其实你若用迄个因本来语言来去用，可是我甲当讲一个，你看对唔对啦？我摇安平古堡，因为安平古堡吼较挖海港，啊赤坎楼是伫咧市内，所以要做防御吼，应该是较挖海港对无？所以画救人爱画着人啊，画唔对啦，画唔对人啊。咱这个热兰遮城，伊叫做日兰地哈，所以迄当阵就是讲，因本地其实来台湾，唔是讲真正要伫台湾，因只是要做贸易尔。啊，唔过经后来住甲足好的，所以因就决定讲要甲这个所在占咧。啊，因就起一个迄个军事所在，然后因是有建设的，伫边仔有做迄个一个村。啊，中是现代，所以伫迄搭遐，因是咧做一个防御的战术，哈。啊，后来这电线公园较入来，啊，就是为另外一边龙里门土城遐讲入来。啊，这个叫做热兰遮城。啊，咱另外赤坎楼，大家感觉用唔对的，就是讲伊叫做 province。好，也就是省都的意思，好，所以普兰遮城，所以这两个唔好混叠。啊，咱即摆讲的安平古堡看到的，其实甲伊以前起的已经无啥共啊，吼，因为伫咧日本时代的时，敢若剩一块墙啊，啊，就是日本较家定
起做安平古堡的型。啊，那是以前是一个办公的所在，搁一个会当去看海边啊有迄个别人入来无？嘿嘿对，所以用因原本的语言来学是较好的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哦，万五倍谢啦，不过就困难呢。今嘛机会我们这边啊，啊，还有万二的哦，你看万二伫倒位算一个？你要选倒一个？神哦，新民吗？新好，新民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新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台湾的风俗内底，正月初五开工，迄天嘛是什么神明的生日呢？正月初观五，世音，即摆袂当讲，袂使问啊，袂使问，你爱你爱发叫人才会使讨论。来，观世音，观世音，观世音，干嘛呢？咱爷着提7000，正月初五开工，迄天是倒一尊神明的生日呢？请问，伫咧台湾的风俗内底，正月初五开工，迄天嘛是什么神明的生日呢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，正月初五，正月初观五，世音，诶，无即摆袂当讲，袂使问啊，袂使问，你爱发叫人才会使讨论。来，观世音，观世音，观世音，干嘛呢？你感觉是观世音？我感觉是观世音。你甲观世音较有缘对吧？毋是因为细汉的时阵，阿嬷讲初一15要食素，因为拜观世音，我是安尼联想，我嘛毋知是毋是。初一15，啊，咱即摆问的是初五呢。哦，是初五。初五，正月初五。嗯，好，好，哦，观世音，好，袂有啊，袂有啊。哦，好来，好，观世音对唔对？是，好来，咱听老师的解释。好，咱的答案是财神爷，因为咱一般就是五路财神嘛，哈，啊，其实咱所有的神明内底，照神家来拜，应该是正月初9天公生，迄是上大的生日。啊，毋过就是可能体念大家要做生意，所以就互财神爷伫搁较头前正月初5。啊，即个5嘛是伫咱迄个就是做生意有字添做5啦，也是讲5路财神，就是讲咱的5行啊，啥物拢会当配合，就是要互大家顺。所以若过年的时去庙林拜拜，有当时因有拜财神爷，恁若会记起甲迄安尼，甲迄啥物婚宴甲锁入来安尼吼，安尼就会发财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来，换英的哦。啊，英记啊，好，会选倒一你选个？倒者，你家己选。够万二的，够万二我叫的。你选嘛，啊，我甲你答吧。温泉好啊。温泉，温泉温泉。好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温泉奖金偌济？3000，哎嘛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朝日温泉是世界级的海底温泉，全世界敢若3个所在有，伊即马伫咧台湾的倒位，你敢知？好来，你有免50秒的时间哦。绿岛绿岛你有去过啊？有哦，有试过有，吼，无试过？但是有看到啦嘿。哦，安尼伊知影啊。绿岛哦，绿岛，阮姐也咧问你，嘿，绿岛，绿岛吼。海底的嘛，海底的绿岛啊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绿岛对唔对？就厉害。哦，这厉害，恭喜你了3000咯。好，世界三个海底温泉，第一个伫绿岛嘛，啊，第二个伫意大利的北边，第三个伫日本的九州，就是九州，哈。九州这个所在，啊，像那叫做朝日，因为伫咱台湾遮，伊会当看到太平洋迄日头出来，所以那像
那洗温泉，那看日头安尼，所以叫做钓日。哦，来换你所以哦卖，救命，卖救命。别救命，家己担当对对，啊。我画救命。你要选倒一个？家人，给啦，家人好，我选家人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家人的奖金有偌济。好，来请出题哦，来。请问家人有一个特别的地名，叫做暖暖，啊，这个名是来自原住民的族语，还是日语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袂晓人啊问哦不，要紧，看救人哦。要救命一个无？我要救命。啊，来几类？来救命哦，来支援一个怎样是？暖暖，暖暖乱听起来敢若是日语呢，暖你那跋暖，倒，乱乱哎，乱乱的。乱乱乎乎的。有无？哎，恁讲较大声的，哦，歹势啦，讲较大我是声的，感觉是日本啦，哎不，我感觉是感觉日语，啊，个应该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原住民的，的，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玩，我唔是我之前在讲啦，哦，拍摄拍摄，我们俩是。有我了。我感觉原住民的音较有迄个暖的音啊，日语那个无迄个发音的，哦。我有的啦。你有。好。安尼我是不要你，我一直是。红豆人呢？遐高，来哦，10秒哦，你要哪个？快点，多一个。多姐，多姐， 5、4、我是日语， 3、你啊你是加到石头，加到石头，原住民啊，玩左边，玩左边。弯走，好，来咱来看一下原住民的那边族语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你的万里哦！咱台湾的地名吼，有足侪种迄个来源吼。那你若听起来较奇怪的，迄就是大部分是原住民语吼，譬如讲麻豆。吼，伊就是目睭嘛大的意思，啊，搁有就是即个沙拉，就是沙鹿，你袂当甲读做沙鹿安尼吼，啊，这软软嘛是原住民语，啊，搁来是平埔族的一个部落。吼，啊，你若准讲要日语吼，你爱去要迄款有熊的啦，有滨的啦，譬如讲高雄，吼，啊民雄，啊是啥物南雅啦、大雅啦迄款的，啊，搁有丰滨啦，啊是中滨遐安尼，吼，所以咧要的是嘛是有一寡技巧。多谢。咱继续哦，来，来，要选到一项。英记啊，英记啊，地心好，电信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电信公的奖金有偌济1000，哦，嘛袂歹，嘛袂歹，加减就好啊啦。赚好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种鱼的名，因为甲地心讲有关系，互人号做国姓鱼？哦，来，10秒的时间。哦这你嘛知台南人啊这拢免10秒哦。五桂鱼。五桂鱼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五桂鱼对唔对？是五桂鱼是姓吴跟姓桂，因去南洋用等来品种哈。啊，这个地成功的部分，咱是沙目鱼。啊，这个个台南嘛，台南沙目鱼就有名啦。嘿，啊，然后伊是安那会安尼摇吼，就是有足侪种讲法啦吼。啊，毋过因为这可能有当时嘛爱配合这个原住民语，有当时伊就是迄个马是一个状态，吼啊，所以马沙马是伊本地迄个语言。啊，人讲有一个传说，就是人互伊食鱼啊，啊，即马电线讲就讲哇，这是什么鱼？什么鱼？什么鱼？我感觉应该是马。沙马，伊咧甲回答的是讲，这就是什么什么鱼，迄个名叫做沙马，吼啊，咱一般是安尼讲，吼啊，沙目鱼真正足够饲，不过真拢足侪无饲的沙目鱼，嘿，介好食，介营养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换选的哦。加油加油！你要选倒一个？选3个鸟。反霸凌，反霸凌，反霸凌。反霸凌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反霸凌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倒一个奥运国手，互人号做是台湾查某囝，佫是咱台湾上新的、上青的反霸凌的大赛咧？我知影伊啊，毋过我讲袂出来，即摆想袂出来，想袂出伊的来。名3、2、你有10秒的时间。即摆会当击弯无？会使七类。哦，我啊，伊等，你几晚赢过啊？过啊赢过，原住民赢过啊！是，所以这爱继续。你知影答无？会继续啊？我想，我知影迄个人生种啥款，啊，毋过我即摆讲袂出来是。做啥物运动的？敢若是即种的要安怎讲？台人啊？是台人的鱼，甘蔗，毋是迄吗？甘蔗。是哦，毋是哦，甘蔗，当然你的时是。间到啊！来哦你。的时间到啊！好，我讲袂出来。无我讲一个好，凊彩讲一来个。讲一个名。贵陈子璇，贵，哎呀，名就歹讲诶。郭幸存呀。嘿，要安怎讲？贵幸存吧？贵幸存，幸存，应该唔是，我唔知影。贵幸存，贵幸存吗？存，伊就讲一个名出来哦，做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贵幸存对唔对？啊，可惜高情况。好，咱今年奥运内底就是有人怀疑伊的性别，还是讲伊较查甫体安尼吼。好啊，伊的名叫做林旭婷，林旭婷，第二字较歹念吼，啊，毋过就是平常时咱若电视有看到人名，会当去查一下书典的吼。啊，伊伫个足大压力之下，我感觉迄款精神，佫是讲会为台湾而战安尼吼。啊，后来有得到金牌，是咱今年的金牌之一，真厉害。哦，来，上尾啊，对。要选啥？剩两个，选一个较悬的啦。可能最难的是上困难敢若是贵水啊，鹅乐，好，鹅乐哦，那是鹅乐哦。嘿，鹅乐对。好，鹅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鹅乐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这若拼起就平啊哦！加油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吼好头喙，是咧讲伊真后招好人，还是讲伊生得真好看？好，来，1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，想一下，五过鱼的是较别人决定的。好头喙哦，好头喙是讲伊什么？真高真高讲招好啦，还是生得真好看？生做真好看，招好，招好。哦，招好。好，来，咱来看真高讲招好对唔对？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万哦！好，咱头喙这个物件，就是讲会当讲厝人头喙足济，另外就是讲这个头喙就是第一个开喙，所以先讲拍就是小借门哈，所以咱另外若要讲人生了水，咱会当讲伊鼻目喙生了足水，也是讲伊好生张，所以共款是喙爱分得清楚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关键来哦，即马平手啊！哎呦，最后紧张哦！即摆就紧张诶。好，来，选咧，咱就过水啊！咱来看一下过水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嘿，拼落去就6啊哦，2万6哦。过水是啥物意思？咱就赢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，一个人是过咸水的，是咧讲伊讲话真歹听，还是讲伊是对外国转来？哦，来，为外国转来的，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对外国转来，对唔对？这题摇到就反盘，过咸水是啥物意思咧？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，一个人是过咸水的，是咧讲伊讲话真歹听，还是讲伊是对外国转来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，为外国转来的，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对外国转来，对唔对？哦，来，奖金过咸恭喜得水的。了5千！好，咱以前的交通无遐方便，所以一
般要出国拢较无方便吼，较无迄个机会。啊，因为海水是咸的，啊，咱若留伫国内，迄个溪水是正的，所以拢感觉讲有为外国转来拢是过咸水的。啊，转来的，比如讲一寡博士啦，还是一寡企业家，拢是较值钱安尼。吼啊，毋过这其实是讲伊的眼光有出去外国看，啊，咱若即马甲网络代替马路，会当落去看，无法度出国的，咱就是加看寡知识，咱嘛是会当伫台湾啊，家己伫网络过咸水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日看分数，咱选价26000，恭喜！啊，来应价咧。哦，真可惜，嘛是有21000哦。哦，好，咱即马今日咱的7秒10千几。嘿，7秒10千几。大家动脑筋。哦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有26000啦。 26000就是26秒。是的。哎呦，26秒敢有够？无够，一定无够，咱搁加添30秒好无？哦。后来咱这个回合总共有几题？咱即马这回合有3题。有3题，咱是用秒来算。对吼。所以讲咱即马分数就是奖金哦。对啊。哦。靠1秒就减1000哦，加油哦。是。第一题有几个字？好，第一题有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是古早的物件。古早物件。第二个提示，甲涂刷有关系。涂刷。第三个提示，阿母会甲你掠哦。阿母会掠哦。古早物件阿母会甲你掠，过来伊甲摒扫有关系。摒扫有关系啊。嘿，甲第二个提示，甲鸡有关系。嘿，阿母会切，阿母会甲你掠，阿母会来甲你鸡毛毯子，哎，安怎讲？鸡毛签啊，这个。好，是紧张。对。嘿，无要紧，咱先看咱题目。古早物件有哦。看到阿母掠，就知影以前啊无怪，就是鸡毛剪啊，摕来就是要是啦，要输啦嘛。是，啊，甲鸡有关系，鸡毛嘛。系啊，摒扫嘛。嘿，通啊用来摒扫。是，啊，咱即马看咱剩几秒。哦，啊，够29秒啦。29秒哦，所以讲爱把啊无。30秒，头一题就要开完啦。来，第二题。来，第二题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土豆。什么跟土豆有关系咧？第二个提示早餐店有的。不是，过来。第三个健康。真好，总算真好。第三个提示是啉起来可。第四个提示伊的迄个热量真悬啦。无就因为米嘛。有米，搁有土豆嘛。是，啊，过来伊是米做的。是，好来。即马分数够有哦，够21秒诶！来，第三题哦，第三题哦，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有头毛病。哦，有头毛病哦。第二个提示红衫小姑娘，什么意思咧？红衫小姑娘。第三个提示下弯。下弯哦。下弯的时阵用到吗？过来伊是抓夹吧。抓夹吧。紧嘞，过来，跟刘文聪有关系。刘文聪讲会送你一支什么？哎，紧嘞。环南会。哦，健康。很彩虹啦，嘿啦，我画电视，真紧张啦，是因为有头嘛。嘿，环南会就是有头毛病嘛。嘿，啊，伊是红衫小姑娘，因为顶悬迄个心吼是红的，过来伊是下弯。哦，环南会姑娘。哦，是啊，下弯啊对啊，啊，过来是抓鸭啦，我头拄讲着抓鸭。对，那讲到刘文聪，应该大家拢知影。吼，好来，即马上重要是，还有剩几秒？是，哦，恭喜哦，1.5秒啦。哎，咱算伊2000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啦，会使。好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奖金算伊2000啦。好来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颁奖，来2000，这嘛是成绩哦，这嘛是成绩哦，好来恭喜！哎呦，赞，金牌咱初赛过啊，金牌嘛摕到啊，欢迎您过来比赛，好好赛哦，加油！是，好，接下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，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，谢谢，抓鸡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爸爸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
春节，感谢，为啥个来？感谢，你拢太冷静嘞，拢太冷静嘞。